平安。就这条诗歌，请大家起立，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学路来祈祷。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坚固脚步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怀甲顶包。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深深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恩望，是我坚固脚步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怀甲顶包。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深深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怀甲顶包。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深深向你跪落敬拜。我的心脚步要互你欢喜，我深深向你跪落敬拜。伫主会进前，咱要来祈祷，咱要来祈祷，用主的话来感恩，用主的话来认罪，因为伊的话叫做我的愿望，咱的愿望，咱即时用这段经文来读讲，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予我得到讨救，起厝财富起撒的少，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础。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伫主的内面有真侪奇妙的事，咱所领受敢是安尼。若是咱要开嘴来祈祷，若是咱生命中有迄得罪上帝，嘛要开嘴来祈祷。这时阵继续来读这条经文，所以恁着分别做圣，正做圣洁，因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上帝心意是爱咱每一个人归属伫伊，所以这时阵邀请大家，伊是救阮的门，伊嘛是应阮要拯救阮的主。这时阵拯救咱的主，这时阵请咱开嘴来祈祷，开嘴来感谢，开嘴来认罪，咱同心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予阮有你的赏赐，伫你创造万物的中间，会当来生活，会当有这喘气。主啊，你赏赐阮有对你来性命
你嘛，互我会当伫主你的时阵，特别分别做成。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互阮有快乐，你是拯救阮，嘛是引带阮的主。我嘛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特别是伫阮的生活中，我合伫你心意的罪，求主你来赦免，嘛求主继续引带伫这主日，是要分别，互主你做阮的主。主，你嘛是阮每一个时间的主，每一个时刻的主，每一项代志的主。我要安尼向你献上感谢，是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咱继续来祈祷，要为着咱中间若是你需要医治，需要有主的透帮，有需要有主的帮助，咱来读这段经文。伫危机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袂当甲我安怎？有上主的同在，咱就免惊吓，伫主的面前继续来读。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受我称赞，伊甲我解救，伊甲我每一个人来解救。所以这时阵，若是伫阮的中间，伫咱的中间，你的身体、你的心神有需要健康的，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事业工作，还是讲伫顶头无写，但是伫你的心内有重大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咱会当来祈祷。若是伫咱中间有这需要的人，会当徛起来，咱的牧长，咱的同工会为你来祈祷。你嘛会当用手来画伫你的这无爽快所在需要所在，咱这时阵开嘴来祈祷。你是阮性命的主，你互阮有对你来健康，你互阮有对你来医治，你互阮有对你来安慰。主啊，伫这时阵，求主你信心，求主你信心来带领，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的内面有劳苦重担。透过这个祈祷，互阮的心搁一遍，互阮的身体搁一遍，互阮的这个难题搁一遍，伫你的内面来得到主你的心意的透放甲自由。感谢主，因为你是阮每一个人上大的医生。你是阮每一个人上好的老师，你是阮每一个人上好的帮助。伫这时阵，阮的祈祷是奉靠最后所的名求，阿门。过来要为着主日来守望祈祷。咱来读这段经文。以色列先神的上帝啊，你的救赎主安尼讲。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甲是恁是为着恁好，我带恁行应该行的路。我安尼期待恁听我的命令。若有听，恁的平安就若河流，恁的公义为若海涌。咱来到上帝面前，行伫伊的心意内面，咱的平安甲
行伫公业路，就是一个亲像海，遮尔宽。所以咱要为着个人认罪悔改来祈祷，嘛为着年底这个圣诞节这个圣诞节这福音的活动，甲明年逐步的时间规划顺利来求主带领。嘛为着这时阵伫要开始医疗关怀下晡阁有团队部会即马像是伫7楼嘛有6楼嘛有这感恩阿加佩顺利来求主掌管。这时阵嘛要为着教育部来祈祷，为着教会伫推动这装备的时间的时阵，特别是2、3个人会当有这圣经共读甲 RPG 的祈祷，求主来带领，互阮每一个人伫教会有这属灵的同伴，嘛求主来带领有搁较侪的兄弟恁加入伫同工的活塞内面嘛求主来保守每年的课程甲这讲座，拢会当互兄弟搁较明白上帝伫这时阵对咱每一个人的心意，搁较互咱有这行动会当行伫伊的心意。咱这时阵邀请大家起立，咱来到主的面前，开嘴为着主你来守望祈祷，求主来引带咱每一个人伫祈祷的内面来拍开咱的心，互咱会当来迎接主的话语、主的心意。咱开嘴来祈祷。主啊，你是赢过死无关系主。伫这大港节头一个主日，咱每一个人，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要警醒，因为主，你的光已经光照每一个人，特别是伫这主日的时阵，你是阮每一个人的主，这是属于你的日子。我们为着接下来礼拜，主啊，你引带，你带领，互我每一个人来领想，伫主你的心意内面，这时阵，伊要对阮每一个人讲的话，阮这时阵嘛要用主祷文来向你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死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的无事，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的灵君。点烛，请许书成长老。伫大港节头一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点燃第一支蜡烛，提醒每一个人，伫这年进前，一直在期待弥赛亚的降临，期待上帝国度会当建立。伫这主日，咱要期待望，咱来祈祷。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光，亲像这蜡烛，来点着每一个人的心，互迄个光对黑暗开始发出光明的光。要互规空间，阮的心来领受对你的光照，互阮知影，阮的生命是充满盼望，阮的生命是期待主你国来。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做伙来迎咱阿爸父上帝，好不好啊？我心要学路耶和华，因为先尊拢会看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有上快乐，你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多谢主过我感谢，你把给我美丽好意甲我。请坐。伫马可福音12章第10节，师傅所启示的招，已经成做上重要的招。相信你我甲我，拢是上帝朋友，上帝所竞选上重要的招头，也当互咱每一日会当互人活出基督的听伫的内面。万军的耶和华，多一位君王亲像你，你的心是伫你的思维，看见你的见笑无比。亲像你，你的慈爱流淌到万达，永
关的转地，小你的人点你心的。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君拢亲像你，你的信息伫你的思维，我听你的见证无比。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是阮亲像你。
你是咱上大的依靠。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每一个人上大的依靠。主，所以每一遍我来到你的面前，要学录你的名，因为唯独你是好，你是完全，你是掌权。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我来到你的面前。你讲我每一个这个信的人，已经得到这上宝贵的，就是你要成做我每一个人的基础，互阮知影阮行的路有主你的保护，有主你互阮徛在，有主你引带阮行伫永远活命的路。阮你献上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学罗主，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关灵，各有诸边疼的上帝，阮学了敬拜你，感谢你用永远的疼世间人，用怜悯慈悲款待你的百姓。你是阮生命的源头，是阮所倚靠的，是阮患难中的帮站，
是甲阮对罪恶中拯救起来的。你知阮的软正就道成肉体，成做以马内利的主，互阮通单单用信心倚靠，就通得到救恩。救阮毋若脱离黑暗权势的辖制，佮互阮成做上帝的囝儿，互信的人通叫上帝做阿爸爸，互信的人成做兄弟姊妹，拢伫主耶稣的听内成做一家。你用听做旗，压伫阮顶面，相属圣神，互阮通入到你的同在。愿感谢阿罗你奇妙的大恩典，愿你的荣光遍照伫全地，愿万邦万民归向你，尊主最大，归荣光伫你。感谢天父上帝对台湾这块土地的保守，保守阮这块土地的百姓，通用自由、有尊严的方式，通用民主的体制来决定阮国家的未来。阮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阮要为着所选出来的政府官员以及民意代表来祈祷，求主赐予因有敬天爱民的心，佮有智慧制定好的计划，用公平正义来立理政治，行公义、好人民，互这块土地有情有义、有平安、有福气。可阮要为着教会祈祷，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中间，充满伫牧者、中职、同工，也佮正会友中间，互阮的信心是对伫一个主、一个神，同心合一，大人尽力发挥对主所领受的恩赐，彼此同工，互相扶持，三甲齐做，互主的荣光甲喜乐充满伫阮中间，互人对这来看到上帝甲阮三甲伫地。求阮要为着庆祝圣诞以及刷节，明年逐项活动的规划进行来祈祷，求主带领，互阮的服侍有主做头，各部门拿身体的各个经节互相结连相互支持，逐个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借着这个计划甲活动，互规个身体拢伫主内面得到勇健长大，经历丰盛的稳定。愿肢体中间有人辛苦病痛的，求主怜悯医治；伫困难中的，求主甲因加添气力，人人倚靠主，亲近主，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对主得到气力，灵命得到成长，结出平安喜乐的果子。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第31，也就是诗篇127甲128篇。主题若毋是上主去做，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听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
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接落来要请第二区，就是第5组甲第10组来献诗。所要献的是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是阮的生命亲像风，有时阮的生命亲像风，有时阮的生命亲像山，有时阮的生命亲像海。春天就来，花开花谢。风雨甲艰苦总是会过去，春天就来，花开花谢，美丽甲青春全部亲像云。有时阮的生命亲像风，有时阮的生命亲像风，有时阮的生命亲像山，有时阮的生命亲像海。春天就来，花开花谢。风雨甲艰苦总是会过去，春天就来，花开花谢，美丽甲青春全部亲像云。咱要来看圣经，要来看利希米记第4章，咱要看第1节到第14节。利希米记第4章第1节
嘿，和本圣经第600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现在我来读。参巴拉听见阮伫中间声响，就真受气，非常愤怒，踢笑犹太人。伫伊的同伴甲撒玛利亚的军兵面前讲，这个无路用的犹太人伫做啥物？因要中间即个声哦，要献祭哦，要直直就完成哦，要对土堆中摕出小过的石头，搁去哦。阿门人多比亚徛伫伊的身边讲，因所起的石墙，若有一只狐狸爬起哩，就会放落去。我祈祷讲，阮的上帝求你听，因为阮互人踢笑，求你互因对阮的侮辱归伫因身上，互因诚做战利品受掠去外国。求你毋通遮砍因的罪，毋通撤销伊伫你面前所犯的罪过，因为因侮辱遮个中间的人。安尼，阮继续中间声墙，无偌久，声声就拢接做伙到一半悬，因为人民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阿门人、阿什托人，听见中间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顺利进行，开始修补破徛的所在，就真受气。大家做伙计谋，要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阮向阮的上帝祈祷，阁因为因的缘故，派人守望，密日封闭。毋过犹太人讲，做工的人气力尽，石头土沙规大堆，城墙完工到何时？阮的对敌阁讲，趁因毋知，看袂到的时，咱入去因中间，杀死因，互因的工程停止。遐个住伫对敌附近的犹太人，一遍搁一遍，甲阮警戒讲，对敌会对逐个所在来攻击恁。所以我互人民照因家己的装作，举刀、举枪、举弓，徛伫城墙后面加搁空旷的所在。我顺时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以及其他的人民讲，毋免惊因，就会记得主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就为着恁的同胞、恁的囝、查某囝、恁的某、恁的厝体来交战。以上，下面要请本堂黄树乾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兴起石头来建造。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昨昏敢有好困，还是困袂去？昨昏有这个选举吼，咱看到讲，哇，咱的心为着这个国家，拢来投票。但是你知影无？我伫香港的朋友啊，伊用一个真心善的口气甲我讲，啊，台湾会当选举，会当选家己想要选的。真正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代志，敢毋是？是啊，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当投票来选出领袖的国家，嘛是一个咱对家己会当诚做这个领袖。这是上大的福气，因为主互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你有家己选择的权利，这是对主来的稳定，嘛是伫台湾。每一个人来领受的稳定，但是伫咱领受这感动，要来回应主的时阵，毋管你是一个政治的人物，还是讲你是一个百姓，伫主的内面，咱所行的路是一个义的路，是一个有公义的路的时阵，其实这过程中嘛是有真侪的挑战甲困难。甚至有一寡困难，
亲像我迄个朋友所讲的，有一寡困难是人无法度解决，但是若是咱来信靠主，就伫伊的内面，要找到迄出路，要知影要行倒一条路，嘛知影伫迄条路顶面要安怎坚持行落去。咱今仔日已经领受，伫这个大讲节第一主日的开始，这永生的愿望对一个婴仔，就是耶稣基督。伊来到这世上，咱在期待，咱的愿望，伊要来到咱的性命，互咱来领受这个极大的光。要光照伫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光照伫台湾这个土地。所以选举了后，其实挑战才开始。选举了后，有一寡问题也开始要互人看见。这个问题、这个挑战是对开始到呾，毋管拄着几6遍的选举，拢嘛共款。但是伫主的内面，就要找到迄个出口，就要找到迄个方法，嘛就要找到迄个愿望。伫最近咱拢有这个看这个半夜不睡觉，拢在看这电视，敢有这个机会啊？最近伫全世界，毋那是伫台湾有一个真让人热血沸腾的比赛，咱敢知影是啥物比赛？世足赛，卡球对不对？卡球足球叫卡球，卡球赛伫这个比赛内面呢，有一个队伍的这个 FIFA 卡达世界杯有一个队伍因互人真无看好，但是伊竟然伫比赛内面竟然打赢阿根廷呢！哇！为虾米会哇？因为咱的期待无共款啊。伫这个比赛内面呢，因竟然2-1，就是赢过了这个阿根廷。你知影伫比赛内面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赛，真大的比赛。对200个这个卡球队内面，选出32个进来你来在世足赛来比，还没比赛之前就已经有资格赛啊。结果进来之后，32名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队，大家猜猜看，他们在32队里面是第几名？世界排名是50几嘛，但是他们进到32队里面，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垫底。然后阿根廷呢是拿下很多世界杯的这个第1名结果他们竟然开赛就输给他们。然后这个球评就底下讲，你知道为什么会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侥幸运气好，或是不被看好，终于被看到，其实不是，是因为因的防守会徛位徛就好诶。这个球评分析之后所以无一个胜利，无一个赢面，是自然就发生。是伫人有这意识讲，咱爱徛好在，亲像尼希米要转去耶路撒冷来起城墙，重建城墙。为什么伊要起？为什么伊要重建？因为伊知影。那像这防守，这个防守做得好，有很多不必要的灾害，无必要的攻击是无法度来攻击因的。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兴起石头来起造，要起造啥物？伫今仔日大讲节第一主日的时阵，咱用一个期待愿望的心。这是一个预言，讲到弥赛亚要来其实伫2000多年前已经来为什么要搁来呢？
每一年过来。这是一个纪念，这嘛是一个愿望。愿望耶稣过来，伊已经出世，已经死，已经国活，已经去天顶，嘛，伊要过来。所以伫今仔日，咱要来明白讲，这位主伫要过来进前，伫咱伫行这道路的时阵，咱的心爱会记得上主是大，是互人敬畏的主。但是咱拄着遮困难，遮无法度用人的方式来解决代志时阵，是要安怎咧？伫尼希米记内面，今仔日的经文甲阮讲，祈祷互咱会当注目伫上主。祈祷互咱会当注目伫上主，是真要紧的代志。因为若是你伫一个真大的困难中，有济代志会互你想要放弃，会互你想要弃杀你家己，甚至互你弃杀这个信仰。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是尼希米亲像在写迄日记共款，亲像马该在写迄日记共款，伊写家己每一工发生的代志，亲像安尼在写的时阵，咱拢知影尼希米是一个真幸运的人，因为犹大互人这个亡国之后，因好像掠去巴比伦，后来变成这个波斯马代。然后伫遐，尼希米竟然诚做一个做酒政的，在那里端酒，互这国王啉，嘛是伫遐照顾这些宫里面的大小事务。但是有一天，伊听到一个歹消息，这个歹消息甲你甲我共款，就是迄件代志，互你听到，你会感觉阁足艰苦的，互你想到，你会感觉讲我困袂去；互你看到，会感觉足惨的，就是迄件代志。今仔日尼希米拄着伊的迄件代志，就是伊听到讲耶路撒冷伫遐，遮个城门竟然互火来烧，遮个城墙竟然拢互人破坏去啊！伊听到讲，哇，我伫遮尔远的所在要安怎才好咧？结果主互伊一个感动，就是互伊有勇气，会当转去耶路撒冷。伫这进前，伊阁求王来帮助伊。结果王竟然嘛答应伊，哇，是一个真幸运的人。你感觉足侪的困难甲挑战，结果每一遍拄着的时阵，哪会拢遮尔好解决呢？因为伊知影迄内底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伊知影讲，伊是对一个应允开始的。伊所做的代志是对着主的心意开始的，所以伊拄着的困难，若是你有主，主会来负责。伊记着讲，过去咱的祖先因违背上帝的心意，但是今仔日我代替这以色列人民来到主的你的面前来祈祷，求主你来赦免阮的罪。因为你讲过，若是阮你来祈祷，求主你来认罪，你是赦免人，你是互人有路通行的主，你是互人有过一遍愿望的主。所以当伊祈祷了后，主真正甲伊开路，而且开的这路是一个有挑战、有困难，总是稳定到业的路。所以，当因转去到耶路撒冷了后，伫遐个时阵，看起来足幸运的，但是一回去就发生事情了。发生什么代志？转去到耶路撒冷了后，当地哇，原来那里有当地的势力啊！等伊转去了后，才会互人参巴拉什么，阁有才阿门人多兵啊！就伫遐甲伊踢球，讲哇，伊转来要安怎的？
你嘛毋知影食啊，你嘛无带过食啊，你要反背你要背叛王是无？你哪会来到遮？去城墙对当时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因为当城墙起了后，伊去完成了后，他的防御就出现了，他的防守就出现了，也就是地位就徛好在啊啦。伊是毋是要家己做王？你哪会安尼做？但是伫这时阵，尼希米是真有智慧的人，伊回应讲啥物？咱来读好无？我应因讲，天顶的上帝互阮成功，阮是伊的仆人，要起来重建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人会甲你纪念。即句话足重要，足重要，特别是伫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因为有信，你才有权，你才有分，你才有纪念。主是要纪念每一个人，总是你无信，你安怎行日子，互伊纪念？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对遮开始，尼希米拄着真大的挑战，伫伊真成功、看起来真成功的时阵，因为遮个团队拢建立好啊，每一个人都徛伫伊的位置。都站在他的位置上，咱看第三章的时阵，会感觉讲哇，尼希米足厉害，是一个领袖。伊所讲的话，大家拢要听呢。每一个人拢各按各职，各就各位，要开始来起城墙。在对着就伫遐看。当咱感觉足顺利的时阵，嘛是一个真要紧要来警醒的时阵，因为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人的性命会无去，你毋知影啥物时阵，我会拄着即款的选举。你毋知影啥物时阵讲到这个，我就想到，等下报告会讲到，我们还有另外一场选举，在1月20号，大家要来，那个是小年夜，要聚餐。看选举模仿秀，伫今仔日，尼希米开始看起来真成功的时阵，嘛是伊拄着伊人生上大挑战的时阵。我毋知影伫你的生命内面，这时阵是虾米款的时阵？我未成功，我就足侪困难啊，嘛有可能。但是伫这时阵，爱把这石头放落来祈祷，这石头足趣味哦。伫希伯来文，伫主的心意内面，这个石头，尼希米起城墙，是一个真有主恩典的意思伫内面的代志。当伊来起这个城墙的时阵，对着常常伫你的生命内面，当你要开始要建立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对着头一个就是互伊的声音，每一天对你讲话，然后伊的目的就是要互你离开迄个目标。原本我有一个真好的想法，我领受上帝意向，我有一个对家庭，也是对我的工作，有一个路要行落去。我祈祷了后，我感觉足平安。但是这时阵声音就来，伊会甲伊讲啥物？亲像我感觉台语很传神，华语英文都还好。底下这个可以帮我读一下吗？然后要揣摩口气哦。你想看卖伊安怎讲？咱来读一遍好无？伫伊的同伴甲撒玛利亚的军兵面前讲，这个无路用的犹太人在做啥物？
暗人道边啊，我伫伊的身边讲。哇，有没有感觉到？哦，好酸哦！就是安尼啊，其实伫咱咧行主的道路的时阵，而且伊讲的毋是讲什么空穴来风在天上飞哦，伊讲的是，我真的会刺痛诶。伊就要紧的代志，伊就重视的代志，互人讲到安尼。恁祈祷就有效啊，那我们都不用做事，我们就等祈祷，祈祷结束就好了。这是人的话，但是伫主的内面，伊毋是安尼讲哦。但是有时阵，就是伫迄歹消息，别人甲你攻击的时阵，主的心意就伫迄话语中间，互你来发现，互你来感觉到。总是伫人无好听的话语中，嘛有主的心意要实现。伫今仔日的经文中，这红色字提出遮个啥物？有太远有点，烧过石头来国起哦。伫希伯来原文，伊是讲，这个话是讲，你是要摕迄石头来恢复性命哦。就趣味哦，因为他们是谐音，就是说一个。我这样讲的时候，一个名词“九桃”在读出来时阵，有2个、3个意思伫迄内面。啊，看前后文再讲下，伊在讲啥物？九桃的原文其实甲一个字就相像的，就是儿子。所以等于讲啊，你们这些没用的犹太人，这门没用的石头啦，无路用的啦。然后咧，讲到讲。你们竟然想要从这跑修鬼，就是已经失败了，已经跌倒过了，已经觉得自己很挫折，已经觉得很自卑的时候，告诉你说，你爱对家来恢复性命。对啊，就是啊，上帝就是这样啊，伊要对遐，互人看袂起，互人看无，甚至互人感觉就亚身的所在要兴起。主伊家己的石头，要来诚做城墙，要互耶路撒冷搁一遍见证主荣耀的同在。若是你的性命，就是这石头。你即马是虾米款的石头？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嘛互人看到讲，其实迄石头有时阵是家己啊。因为讲到讲，其实石头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性命的意思，就是后生的意思，囝儿的意思。所以伊咧讲这石头的时阵，这犹太人拢听到2个意思。我毋知影你敢有听到？有时阵，才会惊恐，互你看到，你就会惊啊。亲像这经文所讲的，伊讲了，遮个人拢毋惊。够想讲啊，我们要为主来努力奋战，那我们就换一个公式，用听的你袂惊好，我用互你看到，因着看到讲哇，就在你的身边，才对着就伫你的边啊，伊不时来甲你恐吓，甲你讲，你安尼就危险哦，你安尼会失败哦，你若是安尼走吼。你原本得到的吼，你原本有些利益你就拿不到了哦。伫这个时阵，尼希米拄到这个危机，刷落来，阁有一个危机是，伊的这个群体，伊所带领以色列人，有时阵我在华语常说，有一些人吼，有一些人有一寡寒。是别人寒，你看伊看久了，你就开始安怎？开始畏寒。原本是伊在寒，啊，然后拢全体拢在寒。啊，有一寡雨伞嘛是共款哦。你看伊做啊真忝哦，你拢无问伊讲，你敢会忝？啊，你感觉伊足忝？啊，你看了拢足忝的。所以最后咱拢无要做啊。群体的氛围。有没有感觉到一种氛围？很专心的氛围，看着我的氛围。
跟你旁边说，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因感觉着讲，哇，身体拢感觉足忝的，实在足忝，是真正足忝嘛，对不对？出于长老，讲爱好塞，后礼拜要参加他儿子的结婚典礼啦，对不对？是不是累？不会哦，不会，要问他啦，要问他。那对，所以人圣长老很棒，说不会，不是用看的，各位弟兄姐妹，咱爱同工。咱才知影，伫迄内面的滋味，是伫主的应允的内面。伫今仔日的经文讲着讲，这犹太人伫何西，伊伫起城墙的过程已经起一半，结果咧，人家来包围你，哇，真的越看越累。你希米个讲啊，一边做工要一边防守，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就是要这样。所以就忝。结果伫这个时阵，尼希米就讲：兄弟姊妹，伫这个时阵，人的话、环境、边仔的人，拢无开来的时阵，上重要的是爱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经文最重要，因为伊甲咱讲，毋免惊。着会记是主的掌管，伊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代志，伫尼希米的后世内面，你看以扫罗来所讲的，着为着什么？咱来读好无？着为着恁的同胞、恁的囝、查某囝、恁的某、恁的厝体高洁。请问你是为什么要盖城墙？其实迄背后是一个真大的祝福，就是伫因咧做遮个后世、做遮个同工、做遮个事项的时阵，伊行伫上帝的意思，行伫迄条路的时阵，是因为因知影有一位至大互人敬畏的上帝，在保护、在固守，而且伊在行的时阵，因知影，因是为着一件代志在走都在走这个，在行这条路，就是为着听。兄弟姊妹，若是咱是为着听来服侍，来做同工，咱是为着听来做咱的工作，咱是为着听来养起咱的家庭，遮的兄弟姊妹的时阵，虽然有困难，虽然人真的就是没有路走，没有路，还有人飞机会一直飞过来，你要怎么办？你飞回去吗？你会飞不回来？就伫迄看起来无路的时阵，尼希米讲，爱会记得谁才是主。若是伊才是主，咱就知影，咱的性命有茫。亲像今仔日根据迄顶往上一点的那个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根据内面往前看。你嘛着做活石，为什么不说就做石头就好？为什么要是做活的？因为石头不跟儿子同一个意思吗？你还要当活的儿子，所以有死的儿子吗？伊的意思就是讲，伊爱食做一个有活命的，这个活命是对上主来，人无可能互你活命。有啊，我是爸妈生的，那爸妈是谁生的？也怕爸妈生，就生不完。一定有迄个源头嘛，所以生命是对主来的。每一个人是领受这活命，会当活伫这世间，会当活伫虽然亲像咱兄弟姊妹最近拄着遮个亲人失丧的时阵，他们有一个盼望，所以你袂失望，你虽然会有失落，但你不会失望，因为你失落是舍不得，是爱，但你不会失望，也是因为你有爱，对上主来听，甲你同在。
然后咧，伫每一年橄榄牧者啊，阁有一寡同工，拢会去听领袖高峰会。我真欣赏这个牧师，伊是一个生命叫 Life Church 的创办人，嘛是因的主任牧师。因透过媒体的方式来真无共款的形态教会，因为教会足侪，因为他们讲到是录一场放很多间这样子，然后牧师的每一个礼拜都去无共款的所在，很像小组化的教会这样。这个牧师伊是一个一直伫咧成长的牧师啊，应该是一位一直伫咧成长的会友同工。伊伫今年在分享的时阵，我足欣赏伊讲到讲，伫这个世代，咱拢希望有真好的领袖，嘛有可能你会是会当领导别人的领袖。伊讲到这个领袖，伫这个世代有一种叫做袂当欠缺的领袖，就是伊的引带伊的领导，互你感觉足矛盾的。很矛盾，下面就很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让你觉得很安全，一方面又让你觉得很危险。你一方面觉得他很坚持，但是他又让你觉得很有弹性。在大家都成功的时候，大家拢足成功的时阵，拢爱拍扑爱欢喜的时阵，伊甲你讲，咱爱 calm down， 要冷静，要祷告。你有没有遇过这种领袖？伊讲就讲，伫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特别是疫情发生了后，全球拢在变化的时阵，有一个领袖是袂当欠缺的领袖，就是这款的领袖。他不是说他自己，他在讲一个领袖的样式。可能讲我不是领袖，你是啊，因为你最少都要领导自己。我要领导我自己几点起床。有青年问我讲，我无想要做领袖，无，你一定是领袖，因为你要决定你几点起床，你要决定几点刷牙，你要决定你几点去上厕所，你要决定几点吃饭，你要决定要不要去工作。每一个决定串起来，你都在领导。所以在讲这个时阵，我感觉讲，互我想起一个人，伊嘛是安尼呢。尼希米敢毋是安尼？伫迄危险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好，先停工，咱来先固守伫主的内面，安全，然后祈祷，搁出发行动。搁有一个人，伊嘛是安尼，伊叫做耶稣，嘛是今仔日的根据。这个根据讲到讲啥物？咱来读这段经文。即块石对恁遮的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毋信的人，去除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础。咱在读这段经文，就会想起希伯来文在讲石头的时阵，伊在讲啥物？镜，无毋对。所以人看起来，这人无啥物啊。在起迄城门的时阵，我在甲尤牧师在讲到伊笔记的时阵，咱咧无遮拢爱讨论遮个经文。就讲，其实迄起迄门拱门啊，我毋知迄台语要安怎讲。伊起了后，上尾爱一个房角石，不是要在中间嘛？对无？咱拢知影。迄师傅是安怎紧的，你知无？看起来迄个不起眼的，一直被丢在旁边，没有拿起来盖的。最后找，这个会使就这个，结果伊真最上重要的，这就是因迄时代在讲房角石，会当对这个角度嘛是会当来理解。理解讲，有时阵你感觉互我的心情足无好诶，
互我感觉足惨吧，互我足冲突、足挣扎的。有可能上帝就是用伊来提醒你，爱行伫伊的路。嘛有可能你就是迄个石头。所以伫今仔日，爱放落来迄个石头来祈祷。迄个石头是讲，咱是毋是迄块石头？对，要往上帝行遮个路的时阵，咱诚做迄上大的塔盖，就塔伫遐。但是，若是咱的心要诚做一个活的石，咱的心就亲像耶稣共款。伊是一个真无盾的存在啦。为虾米安尼讲诶？这是上帝足奇妙的作为，因为他真的很矛盾啊。咱伫大讲者伫迎接耶稣基督要降生伫世间，总是伊来到世间是为着要安怎？为着要死呢？其实每一个人嘛共款，但是伫死进前死了后，你敢有这永生的愿望？伊嘛是一个人，伊嘛是神，这个真的很难解释，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言传。他尊贵，亲像一个君王，但是伊出生是亲像一个无能力、爱人照顾的婴仔。伊是一个宝贵，但是是互人弃杀。若无，伊哪会上十字架？伊是一个死了后，却后来国活的主。伊是无所不在，但是为着要互你来理解，互你来明白，互你来相信，伊多加肉体，是不是很矛盾？不会，很冲突，也可以。伊是石头，嘛是镜。所以，当咱读到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咱有一个画面，就是你伫起城墙的时阵，你嘛是伫起走人的性命。因为伫现在无人在，我们现在没有人的服饰是去起那个盖城墙嘛，在我们的教会或许有，但是透过这个盖城墙，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要建造人的生命。爱兴起你的性命来建造，来起造，起造啥物？从3个方面哦。第一个方面叫做对这已经互烧过这石头来建造，来起造。因为上帝就是伫遐内面，伫你的困苦，伫你的真艰苦的内面，互你启示感动你的心讲。主啊，这是破口，我要徛伫遮，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为着这个代志来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同工。同工不只是教会服事的同工，是生命的同工，是这个世代的同工，是跨教会的同工，是基督信仰的同工。这当中是对一半开始的。因为有一寡人会想讲，我已经开始啊，可是只要其实走到一半，路是最累的。如果你有爬过山，你就知影，是在最后一段最难爬，但是你已经头都洗下去了，头拢洗一半。伫迄时阵，我在家里面要顾小的，要顾老的，我要顾我的家庭，要顾我的工作，还有我的服饰，还有很多事情。所以人会感觉讲无愧担，甚至会变成一种气氛影响周围。但是上主的话伫今仔日甲阮讲啥物？恁毋免惊，爱会记得主是至大通敬畏的主。嘛伫今仔日的经文，互人看着讲，对今仔日伫台湾、伫桃园、伫嘉南教会、伫线上伫听讲道的人，咱的性命伫即阵2022年11月27号的时阵，我有一个愿望，伫大港节头一个主日，每一个人拢共款。
咱信是因为咱相信主将伊的国度是虾米款的国度呢？是一个咱看到的，是一个有和平、有天父同在、有全能的上帝。有人甲你教导，嘛有人甲你同行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咱相信的国度，所以咱毋惊死亡，咱毋惊失败，咱毋惊互人看袂起，咱嘛毋惊讲会拄着啥物困难甲挑战，因为咱是迄石头，是踮伫耶稣基督最基础迄石头顶悬来起城墙的人。伫今仔日的经文中，互咱看到讲，尼希米拄着每一个代志的时阵，伊拢是先祈祷。祈祷毋是讲我祈祷主我所讲的，你爱应允，你爱答应。祈祷是讲主你已经应允啊，我要来甲你同工。求主保守阮的心，伫今仔日完整的经文，诚做大家帮助。邀请大家站起来，用这条诗歌诚做咱的回应。身旁的花蕊，清水的草坡，啥人种作，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有气拢免烦恼。切切的路苦，日出过日落，城市满足，城市安详。总是伊听人为咱有臂膀，伊是咱上大的帮助。会当明白，你享受永生的愿望。不管阮伫人生的倒一个阶段，主你是阮上大的倚靠。虽然阮真正毋知影，等下明仔载、明年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阮知影，
有你一路上看顾、帮助、起造阮每一个人性命亲像石头，看起来袂当改变，看起来有真侪的限制、欠缺，总是伫你的内面，你互阮伫今仔日这主日，领受你活的愿望。阮活伫主你的应允内面，活伫主你的话语内面，嘛活伫主你互阮的才能、智慧、健康、平安内面。透过阮的性命，诚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间教会、这个群体的祝福。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每一摆的困难中，帮助阮找到出路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死伫个十字架顶，担当阮的罪过，诚做众人的祝福。你也教示阮学习你的模样，诚做别人的祝福。伫每一摆的困难甲困境中，阮知影主你拢甲阮三角伫地。透过今仔日牧师的正道，甲经文的分享，阮甲你的心意，搁较有深的结连，嘛，互阮搁较认捌你的教示。求主继续做阮迦南教会路前的灯，脚前的光，带领兄弟姊妹行伫你的稳定道路。圣神也继续帮助阮。伫咧面对人生每一摆的风险甲大海，阮拢袂惊吓，袂摇晃。你会帮助阮平安的降落，你伫个你赏赐互阮的迦南美地，献上阮深深的感谢。答兄弟姊妹金钱的奉献，要用伫你的圣工，求主欢喜接纳，
阮安尼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牧师报告。咱这时阵要来报告，伫今仔日嘛有这是一对吗？一对新朋友全家福哦，哇在子母是因为这个囡仔较细汉吼，好，冯彦成银轩哦，对我那边有，对我刚开始看冯彦成陈银轩，我们欢迎你。OK， 在子母室我们也要拍手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OK， 伫今仔日要来报告吼，报告头一项代志就是对今仔日开始已经进入大降节，所以点读吗？点节 ，sorry， 点节的护祭人员，点节蜡节，对，点节的护祭人员，请看第8页，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圣，需要一起来参加的哦。好，邀请大家嘛，遵守这礼拜时间，准时来领受这个问题。2023年1月8号的时阵，要举行每年度头一遍的圣礼典，要受洗的人会当伫耶稣出世进前来报名，12月25号之前向行政干事来报名。OK， 也是无输。后主日伫第2场礼拜，咱要来举行中职长老甲执事甲核心同工的就任。邀请每一个人来祝福，嘛是来代祷，因为咱拢知影，伫教会服侍是有真侪挑战甲困难，但是这位至大的上帝要引带咱每一个人来行这个稳定的路，所以下礼拜要记得长职要出席，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出席，一起来祝福，一起来祷告。好，在祭司还有长老的封礼这样。OK， 后一个注意嘛，就无用吼。这个中职会了后，爱召开小会请新龄的甲原龄的小会员拢来参加。好，还有下主日，哇，已经第4个了，第5个没有，这是一起的哈。好，1点在401第失控也告诉这个中职来原任、新任都要来参加。这个直接看影片好了，可能更传神。咱来看这影片，听说迦南教会现在正在招募2023年的同工对啊，而且听说主题是同工迦南，我是同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快点！这是在。来，不用多说什么，靠过来就对了。我要请我们的组长来向你们说明。这个讲互恁捌了，你喙条好拍假啦！你等我者，我啉一下茶，我再慢慢说明给恁听。我嘛要啉茶。我们现在迦南教会真的是欠缺很多同工，比如说有亲子礼拜招待，有鼓舞小组关怀带领，有小组长、属灵家长，还有儿童阿卡贝，以及崇拜部的语音投影，还有传道部的医疗关怀。稍等一下，好我喘一下。我这边，我这边，来，先喝口水。谢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就让我来说明了，孩子们，圣经上说，在世上要尽力做工，我们更要为主而做。现在加入迦南教会的同工行列，就是最好的行动啊！我真老啊，我会当做什么？你老公老嘛是会当补拖刀啊。这个姐妹，你可以当招待关怀，可以引导人来教会啊。没错，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和优点，不会的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要记得，上帝是看你服侍的心和态度啊。听起来有道理。那还等什么？我现在就要报名同工。兄姐们，你们还在等什么？赶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服侍的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同工迦南，我是同工，耶！感谢做稳定，互我有这个影片来邀请大家。若是会当补土豆哦，拢会当补啥物？还有很多啦，才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呢，对不对？所以咱来诚做同工，会当交代，嘛会当有真济的好势。若是咱愿意，咱拢会当来同工。在12月17下晡的2点到5点，来举行这圣诞嘉年华。我们教会很有特色的圣诞老公公报佳音。今嘛是百货公司拢在找哦，就是只要我们有要去哦，他们都很希望我们可以去，都来抢哦，就拜托。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时刻，邀请大家来行路，来圣诞老公公游街，来祝福在社区同期有主的同在，好不？好小声哦，这边的朋友，好不？动算，加油！好，我们继续来祈祷来关心，来同工。注意这个刚刚已经去了感谢主哦。前2天一直下雨，今仔日出太阳，吃冰要趁这3天比较热。好，2022圣诞节相关的活动，在周报内面有写，都这字比较小，所以就没你们字比较大就没有特别就是去讲。可是请大家看周报，我们的周报里面都有哦。OK， 我来翻一下第几页从第8页 ，OK， 对，第8页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好，底下大家要来看这个是青年牧区第12月24号下晡按时有圣诞市集的义卖活动，还有晚上有晚会，这些邀请全教会拢会当参加。你会当带你的5个小朋友来参加，你也可以自己来参加，也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参加。好，我们这是一个市集义卖的活动，还有晚上的晚会。购物来看这个影片这个非常重要。影片看完什么都忘记不要紧，只要手机拿出来扫 QR code 就可以。怎么那么多玩具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迦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迦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超重！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1到星期6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对，2月1号开始，每一天的晚上8点到8点15有线上抽礼物的活动这可以让我们的孙子，让我们的孙咱的囝儿会当来参加，这礼物他们一定很想要。
那这个12月的主日有遇到主日的时候，12月1号到25号，每一天晚上是8点到8点15。那主日的时候，主日的时阵会伫12点开始，伫楼卡1楼有这个现场的抽礼物活动，所以邀请大家会当带你的厝边隔壁，家有孙有囝的，拢会当来参加，嘛会当家己参加。好，这最重要的，就我刚刚有提到的哈，明年的选举啦，嘉南自己选。好，我们直接看影片。好，很多影片。这一天小年夜，一起来团圆。这是一个影片，帮我放一下。早鸟价在11月30之前呢，都是300块。那之后就会恢复原价。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团圆 ，OK？ 他放得出来吗？放不出来，好，他可能太震撼了，所以先可以让我们休息一下，这样子。哦，有啦，对了，有吗？啊，要卖关子哦，好，哦，好。好，我再一次看看，可以按出来吗？好，那我们就到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来看 ，OK， 或是我们官网上的 YouTube。我这个看到我们昨天笑到不行了，早上也笑到不行。好，小年夜来团圆，邀请大家一起来围炉过年。1月20号那天其实已经休假了。那中午11点半，我们是以小组的方式、认领桌的方式，一桌一桌，然后一起来团圆。团圆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节目哦。刚刚似乎有预告片哦，吼，如果等下放得出来再放吼。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报告吼。我们下礼拜呢是刚刚有提到哦，我们处女长老在服事的忙碌当中，他的儿子也要来娶老婆了，恭喜恭喜恭喜曾道兄跟处女长老。然后在下礼拜礼拜6下午2点半的时间。然后另外呢，真的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子，感谢主真的是在这过程中听音乐牧师的分享，也是有一个比较没那么挣扎或是痛苦的过程神就是接走牧师嘛。那蒙主恩召11月18号的时间会在下礼拜5在台中的东海殡仪馆举行。这个礼拜对这个礼拜。对，这个礼拜算法不一样，就从今天算的话，就是这个礼拜5。好，所以是9点15会在台中的东海殡仪馆。OK， 那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很挚爱的这个月珠长老娘后，她在11月21蒙主恩召，12月10号6点会有这个入殓火化的礼拜在早上，然后会隔一天的下午。然后会在教会2楼举行告别礼拜。好，12月8号礼拜4会在教会7楼举行家庭安慰礼拜。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咱这时阵来读这段怎么了？补充。牧师回来了。那变华语对。来补充一点吼，就是昨下晡。这乌盆姊妹王主温调牧师有去处理下到2点会伫这个教会来做弟兄的这协调会黄思香弟兄长老的妈妈啦所以乡里88岁啦88岁嘛是算长岁数，所以咱伫这中间特别为着教会来祈祷啦因为连续3场的婚礼所以12月初10早起是日念火化，下昼爱安怎？婚礼。爱婚礼啦所以爱变脸，你知无所以伫遮咱为着今仔日要协调，实在迄时间足歹调所以可能会用周间所以咱尽量时间来调出来，咱做伙来分散个别咱遮的时段
愿上帝来安慰，透过咱的代祷，互这失去亲人的遗族心会通伫遮来得到安慰吼。好。所以有这个机会来团圆是最重要的吼。咱来看这段影片。要过年啊，邀请大家会当有这个机会在主里一家人来团圆主餐。当天会有书展场，还有这个陈菊，还有赖清德，还有这个李慧红，沈慧红。好，我们这个是不分党派不分区的都可以参加哦。还有朱立伦，应该眼镜要拿下来了哇，还有这个不分党派，这个不分党派不分区这是这团圆饭的时阵会有的节目邀请大家来共襄盛举好，感谢诸位稳定，咱来读这段经句，还有拍手。当个范委员拍手，不自觉拍手好，经句咱来读2遍吼。这地祝对恁这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乞杀的祝，已经成做上重要的祈祝。必得前书第2章第72遍。好，这地祝对恁这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乞杀的祝，已经成做上重要的祈祝。必得前书第2章第70。来今祝福的诗396首，当要散会求主祝福，임시说要请吴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会求主祝福，我愿心中上快乐。爱家的亲爱父祖，我已经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天家公也就抓路，天根关边。归主性命，总愿心志免惊领。对你安保宝贝修行，4月为主做见证，对主见证，对主见证，无论多几多根典，教会婚宴。所修言文那给听，我的心心求主帮助，那无那在无害，稳定无害，稳定无害，不等将我讲世间。咱做伙来领受。对主来祝福，愿天父上帝
你是至大通互人敬畏的主，你会应允慈爱。愿耶稣基督对死国活的救恩，直到今仔日大降节头一个主日，咱用期待盼望的心，对圣神来引带教导甲启示，互恁每一个虽然是石头，总是伫主内面真做活会着的人，领受对来永远的盼望，对即时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咱今仔日的礼拜到这，大家平安。